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有主同在，有平安喜樂的心，享受此刻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23節，每日透早攏是新的，你的信息真是廣大。德明的公司主辦員工一星期的旅遊，第一名當因來到酒店時，大家不禁會驚嚇大喊：哇！呢水的酒店啊！大家興奮甲東看西看，真正開心。第二日，大家來到另外一間旅館，怎樣呢水間？是啊，也無收水池。大家真失望，紛紛懷念昨日迄間酒店。不料到第3日，客宿的所在，閣較是比袂上第一間的舒服。大家攏咧埋怨着，感覺到愈停愈來愈無愉快。德明就開聲講：各位，咱出來佚佗，毋是為要好好享受嗎？怎樣因着第一日的酒店的品質較加好，反而予後來的每一日攏充滿了埋怨呢？同事中有人就回答講：是啊，如果咱無甲頭一間酒店做比較，無一定現在客會也無安尼走啊。大家決定袂記以前的經歷，將心思用來享受此刻的美水，安尼這趟旅程之後的每一日，攏充滿了全新的觀點。弟兄姊妹，無論咱過去的經驗是好是歹，互心靈歸零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事物，袂記背後努力面前，便將發現每一個時刻攏安尼的值得寶貴珍惜。咱三甲來祈禱，愛阮的天父上帝，阮要全目仰望你，看到你的同在。雖然環境、處境甲事物可能變幻不定，但無論是平順還是艱苦，富裕還是善巧，攏要佇咱的身軀邊，將屬天的平安賜予阮，求主予阮喜樂的信心，面對每一個新的一日，有更新的力量甲感恩的心，迎接每一日的生活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